我做卷一睇呢隻既然係兩個 shift，但係佢得6分，咁即係兩個原因冇晒分。我第一時間會即刻諗到，跟住我再睇埋內容，我就更加肯定我自己答啱。明唔明我講乜呢個位置 ？OK， 即係咁樣去做一個邏輯嘅一個做法嘅思維去做卷嘅，就唔係你諗住我好天真地我真係順序望內容啦，一定唔會咁咯。Very beginning 講咗第一次審題架構嘅時候，已經唔會講俾你聽，淨係順序望內容咯。望內容一定係望問嗰句，再問望埋分數，分析完收窄咗範圍，再最後尾先望內容。明唔明我講乜？所以我最後尾先會再睇翻上去。所以我咪掃嘢咧，掃視閱讀地，我都係掃咗關鍵位。跟住我先最後尾先掃內容，因為內容係最多雜訊嘅，最多即係啲演繹法或者最麻煩嘅位啦。就算英文好唔好啊，都係咁講啦，最多擾亂你嘅位。咁所以我哋係唔會理啲雜訊嘅，因為我唔知佢做乜嘢個內容。總之我淨係要理解佢考咗乜嘢先，佢 set 呢條嘅目的係想考乜嘢題。咁我知道晒佢想點啦，我先會再睇內容去答翻佢。明唔明我講乜 ？OK， 咁樣係審題上仲會快咗，應該 suppose 係比正常人嚟講攞得穩陣好多。咁所以變咗你啲分就攞得穩穩定。